第三章，安尼讲来，犹太人有甚物长处，甲你有甚物益处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因，就是有毋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检视因的毋信，就废弃上帝的信吗？断断袂话。不如讲，上帝是真实的，人拢是虚假。亲像圣经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阵，显做公义；互人议论的时阵，可以得胜。我搁照人的常话讲，阮的不义，若显出上帝的义来，咱通怎样讲呢？上帝降受去，是伊不义吗？断断毋是。若是安尼，上帝怎样为审判世界呢？上帝的真实，因为我的虚假，越发显出伊的荣耀。为什么我搁受审判，亲像罪人呢？为什么无讲，咱通做歹来诚做好呢？这是诽谤咱的人，讲咱有这个话，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。这却怎样讲呢？咱比因较赢吗？决断毋是，因为咱已经证明，犹太人甲希利尼人拢伫罪恶的下面，亲像圣经所记，无义人连一个也无，无明白的，无祈求上帝，因拢是偏离正路，三甲变做无路用，无行好的，连一个也无。因的牙后是掀开的坟墓，因用指头弄开闸，喙唇内有毒蛇的毒气，满喙是咒骂苦毒，害人流血。因的骹飞跑，所经过的路，就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，因未捌知影。因目睭中毋惊上帝。咱知影律法顶的话，拢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讲的，通踢条逐人的喙，互普世的人拢伏伫上帝审判的下面。所以凡若有血气的，无有一个，因为行律法，为伫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互人知罪。总是如今，上帝的义伫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甲先知做见证，就是上帝的义，因为信耶稣基督，加互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无分别，因为世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。现今却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做免费祭，是凭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伊用吞忍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通伫即时显明伊的义，互人知影伊家己是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做义。既然是安尼，倒落会通夸口呢？无通夸口，用什么法度无呢？是用立功的法吗？毋是，就是用信主的法。所以咱看定人称义是因为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检视上帝，只做犹太人的上帝吗？无也做外邦人的上帝吗？是，也做外邦人的上帝。上帝既然是一位，
伊就要因为信称迄个受割礼的罪义，也要因为信称迄个未受割礼的罪义。安尼，咱因为信废了律法吗？断断毋是，搁较坚固律法。